Crystal，中文名叫黐線 call 嘅。咁我係15屆嘅學員啦。咁其實我就學咗1年㗎啦。不過因為自己唔即係冇乜用心去，同埋即係比較有時人有惰性啊嘛，咁就冇堅持咁樣做。咁因為我係因為手腳冰冷啦，同埋即係有時會頭暈啦，咁心口啊或者係胃痛咁樣，即係啲症狀啦，所以我先會讀呢一個長生學。咁直到今年5月份，我去瀝琴嗰個調整站，咁啊廖師姐佢經常同我講話多啲嚟啦，多啲嚟啦，咁我就聽佢話啦，咁啊每個禮拜咁都嚟。咁之後我都會去，星期一就去瀝琴啦，星期二就去 Pearson Hill， 星期四Eastwood， 同埋係啦，星期六咁樣啦，即係一個禮拜就去4日啦。差唔多係3-4個月之後啦，就我覺得我個頭暈啦，同埋個心口痛，同埋有時胃痛，手腳冰冷，即係呢啲症狀係減少咗嘅。咁好似有時我即係覺得喺屋企好似突然間頭暈啊，咁我會即係坐低落嚟，我自己即係靜咗咯。咁同埋有時啲小朋友好似我兩個女咁，佢有時感冒啊或者發燒啦，咁我會幫佢，好似個鼻塞好辛苦係咪？咁我會幫佢即係撳住差唔多半個鐘咯，即係佢呢個位置。咁佢當時係舒服咗個零鐘嘅，即係佢可能半夜會痛，即係會塞翻咯。但係至少佢即係佢嗰段時間會即係舒服咁都好過即係冇幫佢做咯。係啊，咁樣其實我都有幾次係比較特別個即係好似我即係焗蛋糕或者係焗咩啦，咁我會整雙手係咪？咁我係阿師姐當時張老師有教過啊嘛，咁即時揞住，即係咁樣撳住咯，咁差唔多20分鐘咯。隻手係真係會唔痛啊，即係佢係減輕咗嗰個痛楚咯。係啊，所以我覺得堅持同埋認真去做即係練功係好重要啊。同埋我覺得尋日老師有講話冇反應係最好嘅反應，即係其實我好認同，因為即係當即係我哋嘅手，即係好似幾個師姐咧，有時幫我做嘅時候咧，咁即係真係感受到嗰種能量㗎，即係嗰段時間真係好似瞓著覺同埋好舒服咯。因為我覺得病，即係如果真係有病嘅話，要睇醫生，即係驗出嚟，醫生即係講你聽話邊度唔舒服，咁即係你會對症下藥咯。即係可能個手腳冰冷啦，咁就會做C7啦，即係做呢一個位置啦。咁長期落嚟嘅話，其實係真係有效嘅。係啊，呢個係我個人分享，多謝大家。